點解呢度成日塞車啊？因為你屋企真係靚，個個都停低落嚟影相啊！講真，呢個木工做得可以嘅，佢冇偷工減料。Hello， 各位地主，今天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套順德龍江的落地案例。我會說一下室內的裝修，還有回復一下台港。首先，這個磚叫日本磚，但是它不是日本生產，它是國產品牌，而且是中國生產的。日本磚雖然貴，但是它的質感會比紙皮磚好太多。第二點，鋁單板的使用，因為鋁單板的單價比較貴，所以一般我們像這裡一樣，中工大電的邊，還有豎條線，還有這些造型線，會小面積使用，增加整個裝飾性。第三，就是這個內置跨園防盜性的問題，很多業主擔心小偷翻牆就可以進去，其實啊，這個門只是跨園的門，而這個門才是房子的大門，具有防盜性。所以這個跨園，無論小偷怎麼伸手爬進來，都是無所謂的，因為裡面還有一隻門。外面說完，進去裡面看一下。呢個中控大廳，再加埋你出邊呢個景觀，相得益彰啦。主要係你出邊嘅市政綠化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呢個大廳又喺2樓，毫無遮擋啊！啱噶啦，佢冇偷工減料，呢度唔係用龜板嘅，全部嘅大廳你嘅房都係用石膏板。邊啲地方先係用龜板啊？龜板係用喺廁所、陽台有濕氣嘅地方先係用龜板嘅。當然石膏板係軟嘅，所以你一定要用9厘夾板行去打底，好似你家咁樣做就冇問題嘅。而且我點解話你屋企冇偷工減料啊？你睇呢個石膏板嘅牌子，包括龍骨，我啱啱睇到你嘅牌子都係用呢隻牌子嘅。你屋企所有天花嘅轉角，全部嘅石膏板都係整板行去轉角嘅，咁樣嘅工藝就係防開裂工藝嚟嘅啦。有啲師傅啊，佢會喺駁口呢個轉角駁口度直接拼接，咁咪容易出現開裂咯。呢個滴水線做得算正規嘅啦。啊，你見裏邊又突咗出嚟，出邊又突咗出嚟，而且底下呢度拉咗條底坑嘅。咁樣平時落雨嗰陣時啊，啲雨水就會通過呢條邊去到呢個角位，直接跌落地嘅。如果冇呢條邊呢，佢就會直接滲到入去一啲鋁硼牆度，咁就會出現反間。呢種就係雙眼皮天花啦。其實雙眼皮天花係網紅叫法嚟嘅，實際上就係疊級天花，就係疊咗2級出嚟嘅。然之後呢種天花就係懸浮天花嚟嘅啦。懸浮天花其實就係反燈槽天花，喺呢個上邊呢個天花瓷喺度做一圈燈帶，咁然之後燈帶一發光嘅話呢，就好似成個天花懸浮咗嘅效果。工藝上邊唔難做嘅，只係設計上邊要花啲心機。但係懸浮天花一般呢，我哋喺床頭呢個位置，我哋就唔做燈帶嘅，因為如果做到燈帶一發光，好似壓住你個床頭咁樣嘅，喺風俗習慣上邊係唔好嘅。你話如果100分計呢，業專計呢，都有90分啦，別90分啦，講真句真係90分。看完工地又一天，不出去喝酒了。還是那句話，再辛苦也不能虧待自己。各位地主，為順利，乾杯！